五運六氣咧係《黃帝內經》入邊咧重要嘅理論啊，用嚟分析自然界同人體健康嘅動態關係，特別係通過我哋年份嘅五行屬性，加埋季節嘅六氣變化，預測疾病嘅趨勢。五運六氣簡稱運氣學說，係古人研究氣候變化同疾病關係嘅一門學問，主要由五運同埋六氣兩個部分組成。五運係指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種基本元素嘅運動變化。六氣係指風、熱、火、濕、燥、寒六種氣候嘅現象，係天地間正常嘅氣候節律嚟嘅。但係過度同不及咧，都會成為致病嘅因素。推算嘅方法係運用陰陽五行嘅生剋制化理論，以天干地支咧進行演繹，用於預測氣候嘅特點同人類生理病理嘅變化關係。2025年係乙巳年，《黃帝內經》曰：歲木太過，風氣流行，脾土受邪。2025年咧，容易產生木旺克土嘅格局。全年嚟講咧，都會有肝膽嘅問題。肝氣過極咧，容易引發情緒波動，例如焦慮、抑鬱，而導致肝氣犯胃、肝胃不和嘅情況咧，亦非常之常見啊。例如胃氣多啦、嗳氣啦、胃酸倒流等等消化不良嘅情況。而中醫認為土生金，脾胃不和、氣血不足咧，都會產生泄瀉啊、疲倦啊等等嘅情況出現嘅。所以思緒被弱，我哋可以根據呢個情況咧，喺屋企咧準備藿香正氣散、逍遙散之類嘅中成藥，以備不時之需。至於進一步嘅理論咧，我哋交俾另外一位醫師咧去進行分享。中醫對於上述病症以疏肝健脾、調和氣血為主，採用綜合療法。除咗中藥療法之外，配合針灸、推拿、拔罐、理療嘅方法，對病情改善都好有幫助㗎。而喺日常飲食方面，大家應該避免食一啲太油膩、辛辣同埋甜嘅嘢食，以減輕脾胃嘅負擔。脾虛嘅患者平時就可以食用一啲平補脾胃嘅藥膳，例如四神湯。佢係由茯苓、蓮子、芡實、山藥四味藥食同源嘅食材組成嘅，藥性平和溫潤，被譽為四季健脾第一方。另外，建議平時都可以揀用一啲清淡易於消化同埋健脾和胃嘅食物，例如小米粥同埋山藥。而肝鬱同埋情緒唔好嘅患者，平時就可以食一啲疏肝理氣嘅藥物或者食物，例如玫瑰花茶、佛手百合瘦肉湯等等。根據2025年嘅五運六氣，上半年嘅季節比較涼燥，所以喺食療方面就可以適量咁樣加入一啲滋陰潤燥嘅藥物，例如沙參、麥冬、玉竹、山藥、石斛等等。而下半年季節比較濕熱，咁就可以揀一啲清熱去濕嘅食材，例如意耳仁、赤小豆、冬瓜、茯苓同埋陳皮。最後，平時應該適量咁樣進行一啲中低強度同埋帶氧嘅運動，去加強呢個嘅肺功能同埋身體抵抗力。如果對自身嘅體質或者病情有疑問，應該及早諮詢註冊中醫師，千祈唔好胡亂服用藥物，令到個病情加重或者耽誤。